三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，花一儿一又黑。你要吃，我要吃，好酒就到杏花村。小放牛完毕，难题又来了。你今天又开始没形象。有各位公告书啊？当然啦，这观众朋友我期待。哎，我嘛刚刚没有形象也会习惯的，现在越来越不想有形象。但是总是为观众啊带来一点欢笑，让大家会心一笑。又到了讲笑话时间，我来想想看。想看没？啊，那我今天马上修谁先啊？修掉。哇吼，有一个大的社区啊。哎呀，大社区里大家都是这公用的游泳池啦，公用的什么地方怎么样？公用的公园啊，还有个公用的晒衣场，晒衣场还有公用的那个竹竿很多啊，大家户可以晒棉被啊，热天啪啪那个啪啪，对吧？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。公共社区嘛，就这个公共晒衣场，有个太太来晒衣服，大家妇女们都会聊天嘛，哎呀，新搬来王太太啦，李太太，你好啊，你要爬门槛啊，大家寒暄，就有一个太太就来，每次晒衣服啊，他晒了右边，左边就下雨，大家来不及收啊！有的时候他出来又晒左边，右边又下雨，好几次了，这是巧了，真绝了！这是巧合。这些太太们都来，我哪家衰啦？大概拍3口，那较慢收回来，下班来收到他死啊，拢叫荷兰掉。奇怪，那个太太那无赶快，那应该签稿一个，呀，那想拢我都想好啊，这位太太。请教您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你晒右边左边下雨，晒左边右边又下雨？问一下，这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秘诀？是怎么搞的？那到底怎么搞的呢？这是非常简单的。每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把棉被掀开，我拿那抹巾来过来困的。他先生没有穿裸睡啊！我来看伊迄副心内。安尼讲的，舒服，你囡仔听无？来看伊对迄副心内哈，万一倒向右边。今天我就晒右边，倒向左边呢，我就晒左边。假简单的安尼嘛。有个太太说，哇，那你林先生行的真神奇啊！还有未卜先知的这个厉害啊！哎呦，反正都对掉一都丢啊。问来问去聊聊天，太太们说对，什么救我这位太太真奇怪。万一那天你先生又没倒左边，又没倒右边，在中间的时候怎么办？那天你怎么选择？太太说有人都这样讲啊。在中间的日子，谁还出来晒衣服啊？太好，你给我形象我啊！